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4月初3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国内武汉肺炎的情形。中指挥中心宣布，国内新增加10个病例，有2个是本土病例。较互人烦恼的是第336例，目前也未找到感染源，是一个50外岁北部社区的女保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搁再公布，国内新增加10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分别是8例境外移入加2例本土病例。截至即阵，国内确诊病例来到339人，其中有50人解除隔离。8例的境外移入个案是6男2女，那年龄介于10多岁到60多岁。活动的区域里面大概有，美加美国、加拿大有2位，英国2位，那澳大利的1位，印尼1位，南美1位。指挥中心讲，本土个案分别是50外岁男性335案例，加50外岁女性336案例，2个人拢无出国。其中案例335例，落赛真侪天无爽快，报告诊所甲病院看医生。3月28甲印尼境外移入的案例291例接触，3月23发病，办2摆看医生，症状拢无解除。因为知影讲案例291例确诊，伫3月31搁再就医。病院迄天就马上收治负压隔离病房来采检，在车里确诊为着。335这个案，他在3月20号，那跟这个2291有接触了，他们是属于喝咖啡聊天1个小时啦。第案例336例是北部社区的女性保全人员，3月17出现脑痛、流鼻水、烧焦症状，3月26发烧去诊所看医生，3月30因为症状是继续无改善，有时到诊所会诊，被诊断出有肺炎情形，收治带医采检，在车里确诊去为着。针对整个社区里面有接触者，或者有曾经有症状或有出国史的，做进一步的调查。另外，为着防范有症状入境的人转来到社区，真做防疫缺失，指挥中心也宣布，对初三起即摆入境旅客有发烧、呼吸道症状的人，在机场采检了后，会直接由防疫车队送到集中检疫所。等待采检结果，若是阴性，症状也恢复，会由医护人员评估是毋是登去厝的继续特殊检疫。记者综合报道。根据陆委会指出，阁有400外个台湾人留伫乌北，望政府会当赶紧甲因斗相共。毋过，才拄转来即批人，其中有一个查某人捌发烧，即马已经退烧啊，还伫观察当中。3载的华航班机载等的214个留伫乌北的台湾人，即马当伫隔离检疫，但是其中有一个女子伫初1下晡捌出现发烧的镜头送北医，指挥中心嘛证实这项消息。湖北团有1位是发烧，我们现在送到医院去。那整体214，再进来214嘛那有效检体211，那还有3个检体我们仍然在采验中。他是因为发烧送医啦，不过因为住进医院之后，昨天晚上11点之后就没有再发烧了，所以现在还在医院里面观察，那是有做了采检，那我们就待后续的一个检验结果。第29档的153个台湾人采检的结果全是阴性，但是30个这批搁伫继续观察。即马留伫乌北，包括留伫武汉的台湾人，根据陆委会指出，大约搁有400外个人，因咧等待后一批的包机，包括50个学生要等来学校上课，嘛有人要等来台湾看医生，未少已经等来台湾的台湾人嘛斗3工化为。我有晕当病，我想回台湾。我是一名高龄孕妇，至今已经在这边2个月都没有产检，所以非常急迫，希望可以早日返台产检。这个我真感谢讲政府为阮的安排，但是我嘛拜托政府，阁真侪人调去遐，调去乌北、武汉，拜托政府，阮转来，我嘛希望讲因会当转来。武汉虽要伫4月7日解封，若等未到包机，因望政府会当解除注记。但行政院长苏贞昌永远真坚持，伊强调，就算武汉解封，因为是疫区，还是爱注记，嘛甲中国继续保持上大的实力协商。但市长是讲，海基会会进行了解，若是有必要，会用各种方式互因倒来。记者郭灿、郑志成台北报道。武汉肺炎是互全球9成的国家拢稀累累。第2波疫情恐惊对欧美国家阁传转来亚洲。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地当时表示，若有人无守规矩，军警会当开枪甲因弹。若是印度传出贫民区甲伊斯兰传导会群组感染，确诊的人数伫2天内就加要5成。当地媒体是烦恼讲，半个月内病例数恐惊会破万。
900人示威抗议无收到援助物资，结果71人被抓。菲律宾首都马尼拉3月17开始封城，政府也制定援助计划，帮助当地短暂民众渡过难关。不过，车子又传出民众不满示威。菲律宾总统杜特地暗时发表演讲时，虽然无讲到这代志，不过开口真硬。My orders are sa police pati military, pati mga barangay, na pagka ginulo at nagkaroon ng okasyon na lumaban at ang buhay ninyo ay nalagay sa alanganin, shoot them dead. 杜特地阁下令军警保护医疗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有民众用有毒物件扰乱防疫工作被抓到，军警应强迫涉案人家己吞下有毒物件。面对第2波疫情恐惊转为后备顶个境外移入，印尼初日通报一天新增加113件确诊，总共有1790例，总死亡是170例，死亡人数超过南韩、伫亚洲间输予中国。印度也出现大规模群组感染，有70万散车人带孟买达拉维。而过去24小时出现2件确诊病例，万一这所在爆发群组感染，后果是不堪设想。军警清洗澄清时，新德里3月初一场伊斯兰传道会爆发群组感染，政府清早发现这段期间，捌去过这栋总部大楼信徒差不多9000人，其中也佫有超过1000个外国人。当地伊斯兰教领袖呼吁信徒勇敢出面接受病毒体检。और सरकार को लोकल एडमिनिस्ट्रेशन को इत्तला दें, ये छुपने की बात नहीं है। ये आप इससे कोई डर खौफ बिल्कुल ना करें। ये क्वारंटाइन अगर करेंगे, क्वारंटाइन का मतलब आपको कोई सजा नहीं दी जाएगी, ये सिर्फ आपकी और दूसरों की हिफाजत के लिए है। 印度确诊病例48小时内为1251例增加到1834例，当地媒体烦恼，确实按照这速度，半个月内确诊恐惊破万。印度病院恐惊被砍低。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国会议长拉里加里也确诊，这是为2位副总统、卫生部副部长丁官员了后加做伊朗上新一位去卫调官员。土耳其病例数也增加真济，卫生部统计新增加确诊2456例，79人死亡，一天新增加死亡人数创下新高。总共18735例，加356人死亡。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已经破1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1000多例，台湾昨个增加10例，有339例；香港有802例，日本有2300多例，南韩是要挖1万例。若是美国是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超过24万例；欧洲国家意大利超过115000例，西班牙超过11万例，德国有84000多例，法国有要挖6万例，英国是34000多例，中东国家伊朗是超过5万例。各国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有无同款的防疫办法？亲像菲律宾的总统就下令军警，拄到无守规矩的人会当开枪甲因单。除中一只较严格做法，哥伦比亚的方式就较特别。警方是出动灵车，沿路播送警告的信息，提醒民众唔通四处拍拍走。灵车伫真侪国家拢看会到，啊，毋过伫哥伦比亚梅德林，这台灵车并无载观察，而是挂丧礼用的装饰。车身的标语写“人拢难免一死”，啊，毋过请大家唔通用新冠病毒来自杀。Con un carro fúnebre invitamos a todos los ciudadanos sencillamente a la reflexión y obviamente los invitamos también a que vayan a casa. 除了出动灵车，有的警察也佫用歌声来宣导防疫。伫个厝内底阳台欣赏民众，都亲像听演唱会共款，用欢呼甲破声来回报警察。啊，毋过警察协助防疫要辛苦的一面。这里中部大城康塞普松被警察跟踪的这女士，3月底确诊断院了后，煞伫4月7日逃走，搁伫市场遭获警察捉，结果当然是被抓，回病院继续接受隔离治疗。为国家警察人力有限，由军方派人力来支援，若是正规军，搁无够用，都征调后备军人。
todas aquellas actividades que conforman el proceso del llamamiento de reservas que está haciendo el Ejército del Perú para combatir esta guerra invisible y enfrentar al coronavirus. 面對陸海空三軍差不多11.500人，後備軍人總數是接近19萬。自從101年獨立建國以來，就算佇1980年代公民之路游擊隊發動內戰期間，也個1991年科雷拉爆發的時陣，軍方攏無動用後備軍人，不過這擺徵召1萬名，顯示疫情嚴重，已經超過恐怖攻擊。另外，中美洲大國墨西哥一直到3月30，也就是本禮拜日，才擴大停止商業活動、群眾聚集的範圍，被批評是動作太過慢。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是清明連假的第2天，東北季風變較弱小看，甲相比起來，今仔日的氣溫有小可回升。咱來看上新的溫度。今仔日各地氣溫攏會懸1-2度，不過嘛是會受到華南雲霧區的影響。台灣附近的水汽較濟，天氣較無穩定。北部、東北部，閣有中南部的山區，甚至會有陣雨，也是雷公雨。其他所在嘛有南山的短暫雨。提醒大家出門的時陣，愛會記得罩雨傘，也是雨滿。明仔載東北季風會增強，北部的低溫可能會到16度，因為水汽有夠，玉山有可能會落4月雪。所以北今仔日的好天氣，北部的高溫會到24度，中南部會有28到30，東部嘛有25度。昨是清明連假的第1天，受到疫情的影響，真濟民眾唔敢坐台中運輸工具，攏家己選擇塞車。高速公路透早6點就出現車流，雪山磅坎路南的方向一直塞到暗暝。今仔日是連假的第2天，高速公路預估路南的路段會較塞，建議路南的用路人盡量下晡出發，就北的用路人就早起出發。坐車旅客經過紅外線檢查的機器被抓來伏檢，原來是手會提燒的物件，造成機器誤判發燒。市民連續假期頭一天，台鐵高鐵車站有袂少人坐車，旅客大部分攏有掛喙暗，也閣有量體溫。來到客運車站，人客是加真少。為了防疫，公路總局要求各轉運站在賣票所在、甲上車排隊等車的所在，攏畫離1公尺的標示。有幾排以外的所在，也攏佇個中的椅仔遮拍一叉，不讓坐。人沒有比較多，可是好像大家也都沒有保持1公尺的距離吧。那你自己會特別跟大家保持？他盡量啊，因為有小朋友。因應連續假期，各都在人較多大型服務區攏設置立上機器，用路人進入服務區商場也必須掛喙暗。食飯的所在設置隔板，呼籲用路人出發進前先看路況，會使避開高承載管制時段，選擇相對離峰的時間來出發。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的報紙攏看啥物大代誌？咱來看今仔日的早餐速報，頭先來看聯合報。行政院昨定案一條救台灣的紓困措施，其中上大宗的就是千億停救業的方案，會直接補助服務業、製造業、觀光產業、甲旅遊車、閣客停車的司機，而且新增加100萬名自營業者，其中自營業者大家人逐個月補助1萬塊，補助3個月，對弱勢補助嘛增加，預計4月底撥款。接落來是蘋果日報。疫情期間發生喙暗、予人烏白蛋的情形，環保署表示會動動處罰，對原本千支起跳提懸到初犯就罰3600。台北市環保局是鼓勵民眾檢舉烏白蛋喙暗的人，若是查證是真的，會有罰款3成的檢舉獎金。上尾來看自由時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因為考慮到境外移入的病例繼續在增加，所以無感染源的本土病例嘛變多。對今仔日開始，全國的病院甲大小型的照護機構實行門診管理，若無特殊的理由，袂當入去看病。為了救護武漢肺炎拖累的經濟，行政院決定講歸臨時議會決定紓困方案2.0。院長蘇貞昌表示，紓困的範圍真寬，會逐工向國人報告相關的進度，希望防疫、紓困甲振興攏會當做甲真好。行政院長蘇貞昌親身帶領真濟相關部會首長來出席行政議會了後的記者會，說明紓困2.0的方案。蘇貞昌指出，疫情佇咧全世界均價，議會通過預算，要用一條來救台灣，讓大家渡過難關。當時只有中國的疫情，現在是全球的疫情，所以預算勢必要增加，而我們
基于对人民产业的纾困需要，所以我们准备用1兆0500亿的预算，1兆救台湾，让大家渡难关。原本便特别预算600亿，即马增加到1500亿，议员这期嘛增加1000亿了后，达到1400亿，还有融资贷款协助7000亿，总共1兆0500亿，足计总储规模超占109年度 GDP 的5.4%，疫情冲击着产业甲事业潮出现，行政院嘛会提供就业的补助，让就业人口192万人稳定。经济部里面的服务业跟制造业大概会协助66万人，交通部的旅宿观光呢是14万人。那司机跟自营商的相关工作者呢，大概有12万人，另外还有自营工作者呢，事实上达到100万人，总共呢，我们稳住就业大概是192万人，这192万人占我们整个就业人数呢，达到16.67%。若是受到大家关心的振兴方案，政府会撒酷碰管来刺激消费。经济部长陈明真指出，每一人每个月上侪1000块。你消费，我来折扣回馈。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们会来透过平台来协助。那老人的部分，我们也会透过敬老卡来协助。那每人每月那上限呢1000年。因为疫情的问题，牵涉到的层面真宽，苏贞昌嘛已经请金变心，逐工向外界报告相关进度。来做纾困预算的陈时中部长，这波预算会送立法院来审议。在下立委了解政府伫咧纾困的部分加强力头，毋过嘛强调讲爱对症下药，钱看会到嘛爱用会到。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进前宣布捐1000万片的翠湾，支援欧美国家。等等，即寡疫情较严重的国家，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刘英杰专工拜会卫福部长陈时中，表达感谢。后面的执委会主席嘛，头一遍公开答问，感谢台湾。总统蔡英文来到疫情指挥中心，更加头一摆在公开场合弹誓案，配合防疫新做法，也感谢同仁的努力。蔡总统除了关心国内防疫成效，蔡伊也宣布捐出1000万的誓案，支援欧美这疫情严重国家。AIT 处长李英杰也带出甲陈时中的相片，感谢台湾，更加学到台湾是真正朋友。美国国防院甲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也学到台湾，认为台湾应该爱加入 WHO。后边执委会主席邦德瑞恩公开在推特感谢台湾，而这也是后边执委会头一摆针对台湾发表声明。我们就是尽我们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的一份子应该要做的。那防疫呢，是要国际大家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做的，因为病毒也没有分国界嘛。蔡总统也伫推特表示，台湾甲欧盟以及世界徛到阵，相关国家驻台代表也拢伫面册打出文章来感谢台湾，讲台湾帮助已经成最新的关键标记。而在美国了后，台湾甲捷克也建立防疫合作的伙伴关系。台湾跟捷克将就疾病快筛的这个检测的试剂，还有疫苗以及药品的研发跟生产建立合作。台湾用防疫实力拓展外交，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却是考试台湾，一开始讲虽然禁止出口，即阵想要帮助别人，也阁莫想照着疫情来变政治操弄。学者认为，虽然北京讲台湾用疫情密谋独立，不过台湾的援华对象并无将中国排除在外，也算有提出善意。我的也是说，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接触性或是合作性的管道，透过这种方式来缓和两岸的一个紧张的气氛。学者认为，关税案若是照着3零稳定民心，也增加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谈判条件。不过，用防疫外交战来看，中国所掌握的资源明显超过台湾。台湾未用这正式援助外国的出发点，只是尽国际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武汉肺炎的疫情升悬，初一一天就增加266个确诊，是过一天增加上济，累计已经破2500人。山梨县阁出现一个无到1岁红婴仔确诊。中国荷兰疾管出现医生是无症状感染者的情形，引起民众惊吓，所以中国就叫再下令，把这个所在封起来，而且宣布要对无症状的感染者加强管理。美国的疫情大爆发，确诊的人数是全世界上济。不过有风声讲，美国有一份机密报告指控中国隐瞒疫情。但是中国的外交部是甲抢倒转去，叫美国莫甲责任拢撒给中国。
美国武汉肺炎确诊人数超过21万人，变做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国家。不过，彭博社引用美国官员的讲法，美国情报机构和北京的一份机密报告指出，中国暗黑疫情事实，指控中国无照实公布确诊数据甲死亡人数。美国总统川普嘛对中国的确诊数据感觉真怀疑。Their numbers seem to be a little bit on the light side as to whether or not their numbers are accurate. I'm not an accountant from China. 共和党参议员萨斯嘛发声明讲，美国死亡比例超过中国是错误的，批评北京通报的数据是本土宣传，一直在讲白菜。众议院外委会首席议员麦考尔阁呛明讲，中国伫咧对抗疫情方面，毋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共伴。虽然川普也是强调讲，甲习近平的关系真好，毋过国务卿蓬佩奥最近真侪个批评中国伫咧散布甲病毒有关系假消息来回避责任。针对这件代志，中国外交部嘛派发言人出来反击。这几个美国政客的言论所作所为实在是无耻无德。我们多次说过，污蔑抹黑、甩锅推责，弥补不了失去的时间。中国嘛一直表现援助外国的成绩，正正派医疗团队去塞尔维亚分享对抗疫情的经验，受到总统吴启奇的欢迎。唔但亲身来接机，而且佫真激动的伫斟中国的五彩旗，来感谢习近平。Beskrajno hvala mom bratu i prijatelju predsjedniku Xi Jinpingu i čekam ga u Srbiji i dočekat će ga stotine hiljada ljudi kada bude došao u našu zemlju. Stotine hiljada ljudi bolje nego bilo gde u svetu i sa većom strašću i emocijom nego bilo gde u svetu. 吴启奇正嘛表示，后面要团结拿手放假故事，跟咱中国会当斗3天，即摆嘛照中国医疗团队的建议。甲首都贝尔格勒会诊中心改建做方舱病院。中国国内疫情已经较稳定，不过伫咧美国的中国人权团体最近发布调查报告，谴责北京政府借对抗疫情的名义来压迫媒体甲专家，严格处罚公布消息的人，反倒未来言论自由去互压迫，敢若会更较重。记者综合报道。全球武汉肺炎的确诊人数破100万人，真侪国家医疗资源就要挤占袂掉啊！西班牙就甲一间图书馆改做加护病房，收容重症患者。另外，伫美国的纽约，有几个医生做伙拍影片，呼吁民众唔通出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全国确诊人数超过90万例，各国爱面对医疗资源压力渐渐出现。美国底特律就甲一座会议中心改建做会当容纳1000张病床的临时病院。Yeah, so we just started yesterday. About a third way done already with the actual partitions. We hope to be done by the 9th of April. And that includes putting beds into it and stuff, getting operational. They're keeping their most severe patients in the ICUs in the hospitals, but they want to bring COVID patients in here. 伫咧费城的天普大学，嘛让出运动馆的场地，改建做临时病院来收患者。英国伦敦展览中心是改建做南丁格尔病院，估计会当提供4000张的床位。美国洛杉矶、德国柏林、西班牙马德里嘛拢来起这款的临时病院，来应付数量已经渐渐失去控制确诊患者。伫咧南美洲的厄瓜多，疫情嘛继续伫咧滚价，到7月为止，全国已经有98个人因为病毒的关系转来死亡。短时间以来增加真侪死亡人数，一时之间死者遗体无所在他去，可能当甲尸体放在冷冻货柜，暂时来做太平间。Eso va a causar bastante infección para todo el pueblo y va a ser peor perjudicial para nosotros, los que vivimos aquí. Mayoría tenemos casa de caña y el aire entra hasta por los techos. ¿Qué va a hacer? Eso no es algo seguro porque es algo inseguro. 美国疫情重灾区的纽约是有医生家己翕影片，针对病毒传播甲真紧，感觉真烦恼。集体呼吁民众爱踮伫厝里，而且爱避免拜访年岁较济的时大人。Hospitals are running out of medications. Some hospitals don't have protective gear for staff or family members of patients that come to the hospital. We're running out of medications, we're running out of equipment, and we're even running out of oxygen,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patients that have COVID-19 need. 伫咧欧洲的西班牙，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人。加泰隆尼亚一座图书馆去用紧急改建做加护病房，来收容增加真侪的重症患者。意大利南部拿坡里的一间病院是公布实际录出来影片，强调医护人员拢有穿全套的装备，严格执行分区隔离，维护医护人员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德国的首都柏林夜生活是真丰富，但是夜店受到疫情的冲击，生意是真凄惨。为了要维持10万人的工作机会，柏林的夜店同业工会发起团体就线的活动，而
利用影音平台，和平常时面对群众的 DJ， 甲翕影片也是开直播，同时嘛伫网络顶募款，希望伫政府纾困进前先解决家己的困境。DJ 当咧操作机器，舞台顶同款出现灯光闪烁。不过，即阵台下骹连一个观众都无。这是当碧林德国统一了后，有真侪放远的军营、碉堡、甲仓库，渐渐变作是少年族群反体制运动的中心。最后嘛变作是袂少 rocker， 也是乐团起家的表演场地。逐礼拜六、拜日，即寡所在是人客人，大家做伙唱歌跳舞。不过，当武汉肺炎是拖到规欧洲 ，club 这款人客人接咧直接的室内空间，嘛变作是防疫的空棚，但就要面对关门的规矩。所以，北陵差不多有250间 club 发一个叫做“团结上线”的活动，把原本的表演搬到镜头前，随时分享出去。Gerade haben die Clubs natürlich alle geschlossen. Es gibt keinen Club, der in irgendeiner Weise Geld verdient. Es bestehen nur Kosten. Und dafür ist die Plattform natürlich auch gedacht, um hier zumindest mal die notwendigsten Kosten zu decken, um Insolvenzen zu vermeiden. 这个活动的目标是要募款100万美金，希望会当保障相关产业的员工上基本的生活需求。United We Stream ist eine sehr solidarische Plattform, um Clubs, Veranstalter, Künstler zusammenzubringen in diesen schweren Zeiten, wo alle Clubs geschlossen haben. Also momentan ist ja der Lockdown bis 20. April. Und wir gehen davon aus, dass es aber Monate dauern wird, bis wir wieder ganz normal in Clubs gehen können. Und wir brauchen die Hilfe des Senats, wir brauchen die Hilfe von der Bundesregierung. Und diese Hilfe zur Selbsthilfe, die wir jetzt mit United We Stream gestartet haben, die kann nur einen symbolischen Charakter haben, um vor allem eben die ganz kritischen Härtefälle. 业者讲，为二次大战结束到今，东北林嘛无经过任何宵禁。不过，即卖面对武汉肺炎煞来封城，为着要互这款有历史地位的文化象征，就安尼行入去历史。club 的业者更较辛苦，就要继续经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政府针对疫情的应对措施，行政院扩大纾困方案，确定甲客停车司机、游览车司机领队甲导游算入去，会发予大家人逐个月1万块的生活补助，发3个月。相关的细节已经在讨论当中。松山机场头前计程车司机排班载客，过下晡东部国际线班机，甲林丹国内线旅客，应载着人就探挂。早上就载到一班客人，现在外面也没人，就这样子，不如小补了。一天里面可能跑个4趟左右，差不多已经没有了。因为你现在国外的航班都没来了，所以差蛮远的。计程车司机讲，真侪人较无要出来，市区走车拢载无人，疫情冲击运输业，民众就算出来佚佗，也家己塞车。游览车业者也拢无成立。行政议会临时会决定，针对计程车甲游览车驾驶扩大补助，连续3个月补助驾驶每人每个月新台币1万，有个有将近10万人受惠。计程车司机是92000名，那游览车相关的驾驶员是16000名。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以对人的补助，那一个人1个月1万块，那总共是3个月，那这个部分加起来是有这个是30多亿。外交部也证实，纾困2.0计划会纳入领队导游补助，因为暂停旅行业组团出国旅游，加接待国外团体来台湾，外交部会比照观光业员工薪水补贴，提供导游领队每人每个月1万块生活补贴，连发3个月，会以专职导游领队为优先。短期先这样子来做一个纾困啊，对啊，那当然后面随着疫情的变化会再滚动检讨啊。交通部也针对航空业提供45亿作为融资贷款利息补贴，对观光运输产业各项补助会看疫情随时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扫全世界，电影产业嘛受到真大影响，亲像是空酷7、玩命关头嘛拢宣布延期，连带影响到电影院无片通好放。最近有戏院就希望由中央下令来减少损失，
但是文化部长陈丽君表示，港有要停业，要由疫情指挥中心来指引，毋过会增加艺文纾困的补助。Why would I betray you? We all have our secrets. 后来，学电影《空口七》生死交战原本预定4月份伫咧北美就档，毋过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会延到11月份。索命关头第9集就档的时间是拄今年5月份，延到明年4月份。主流电影延后就档，互全台湾真侪商业协议爱面对无片通放的状况。希望中央归期强制命令停业，营运损失可能可会当降低一寡。台湾档期基本上都是跟美国同步，如果疫情他们没有解决的话，基本上他们也不会去上他们的片。如果说有政府介入的话，我们又比较好去跟房东去做一些协调跟谈判这样子。县议讲，就算采取让旁来者梅花座，嘛已经无遐多啥民众入场。3月份的票房是达8成，200人的县议厅常常出现1、2个观众包场的状况。全国甲双北的县议工会30提出陈情书，指出全台湾110间的影城，包括威秀、秀泰、国宾等等79间，拢同意政府下令休业2个月。文化部长陈丽君初日是回应讲，交指挥中心的指引为主。有些艺文产业的确遭受疫情重大的冲击，那也几乎等同歇业。那虽然指挥中心它公布的是根据各类型的因应指引，没有针对哪一个特定的场馆或行业，那所以我们在纾困的方案就视同几乎是受疫情重大冲击而致无法营运，来用这样的水位来进行纾困。陈丽君表示，艺文纾困2.0的版本的特别预算会增加到45.2亿，佮加上医院这级的7亿，达到52.2亿，会当扩大到艺文艰困事业的观光薪水佮营运资金补贴。不离个就伫咧文化部宣布加码共一天，中华两间老牌戏院嘛宣告，因为片商无法度正常提供片源，会伫5月初开始暂停营运。记者综合报道。政府部门为了要减少人甲人之间的接触，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后礼拜行政议会会当用视讯来参与。内政部嘛要互上下班的时间较有春秋，较袂全部拢客客做伙。若是立法院的考察行程，嘛按算要用视讯来参访。捐出真济防护衫等等的防疫物资，内政部长徐国勇感谢企业真慷慨的捐赠，嘛强调因为疫情的关系，后礼拜开始内政部会扩大春秋上下班的时间，甲人流分散，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我们就把上下班时间拉得更长，拉得更长，弹性更大的时候，有的人就可以早一点来，有的人晚一点来。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交通工具的拥挤跟这一些状况给做了相关的分流。疫情一直伫拖，政府部门嘛继续运作，为着减少接触、降低感染风险，初稿开始行政议会6都首长甲部会成员都会当用视讯来开会。像6都的类系的首长，都可以用视讯。那另外，有些部会也都可以用视讯。然后在院会里面相关的出类系人员，就距离上也可以比较宽一点。行政部门提早部署，立法院防疫嘛唔敢放掉，立委考察袂亲身去当地，改用视讯参访司法院所属的法庭，来尽监督的责任。既然远距是一个可能性的话，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不是用亲自的去参访，因为亲自参访的话，你会有很多人在一起，反而增加它的危险性跟风险。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如果成功的话，以后我们就会透过远距的方式监督相关单位，然后让这个防疫的风险降低。那尤院长是说，因为今天开始也连假4天，然后到下礼拜1才开始开会，所以但应该还不用到需不需要考虑立法院停会哈，这样代志就大条啊啦哈。但是他会利用这4天的时间，把立法院能够消毒的、能够让大家安心的先做一遍。不过因为观光局主任必须的代志，立委烦恼立法院防疫问题。佮建议讲爱停会2礼拜，不离个立法院长尤锡坤表示，已经利用年假甲园区消毒，再个观察看卖，目前未停会。记者综合报道。清明4天的年假，真侪民众拢会去陪忙。不过政府对3月就开始宣导，希望民众会当提早也是延后，尽量莫克伫清明这4天。为着保护家己的健康，年假的第1天去陪忙的人，确实有比永过减约6成。伫清明年假第1天，道民众到公墓祭拜祖先，不过以前停车场拢无开，今年空位真济，陪伴民众是哩哩答答。以前都是停满车，然后现在都蛮空的，所以现在来的时候很多车位啊。大概拢双边的车拢停，即马拢安尼，你看散散。
台中市政府表示，为避免群聚，进前一直呼吁民众加利用线上陪伴，卡数一定爱去，也避免集中伫清明连假这4天，大家拢真配合。可算今年清明连假第1天陪伴的人，比以前减至少6成。大概因为一个分流的关系，大概也一个防疫的关系哈。那我现在感觉上，这个比去年大概少了6成以上。除了分流陪伴，台中市的纳骨塔也拢采实名登记才用入去，这摆也到于外口规定比以前加了真济。会当入去啊，就是爱留迄个体温啦，量体温，量体温啊，搁来就是爱登记。不过，平时每一个县市的纳骨塔拢唔开，亲像嘉义县纳骨塔都无开放给民众进入。嘉义县长初2早起也去视察状况，人也无多。我们不开放入塔内祭拜，因为入塔内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再加上大家上下楼，那手必然会去摸手扶梯，包括去接触很多东西，那这个都是增加感染的风险。受疫情影响，加上政府为3月都一直宣导民众爱分流陪伴，其陪伴人比以前减少真多。相关单位也呼吁民众，虽然今年陪伴人变少，不过陪伴也尽量爱挂嘴安，保护家己，也保护身躯边的人。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建议，无挂嘴安的时，人甲人之间的距离适来保持1.5公尺，室外1公尺较好。真侪餐厅甲游乐园拢有甲排队的距离诱开，但是嘛是有人无咧注意，毋但无挂嘴安，嘛无保持距离。清明食润饼中华这间有名店家伫涂骹围红线，爱民众排队，不管是毋是有挂嘴安，爱过1公尺。涂骹有线，涂骹有线看者哦。来照线牌。高雄游乐园业者因为伫内底卖票，排队爱过1.5公尺。不过广场表演游行嘉年华游客伫两边看，其中有不少人无挂嘴安，也无保持安全距离。自己人就已经接触过很多啦，接触1整天了，就觉得还好。对，可是如果旁边周遭应该还是多少会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建议，无挂嘴安，人甲人之间伫内底应该保持1.5公尺，伫外口爱保持1公尺。不过室内距离，大家较袂记哩。有游乐设施虽然伫外口，不过围真紧，算真欢喜的时阵，会将嘴安摕掉。那马上就口罩都飞了吧？那没办法做。对，因为它的安全，它的游乐设施是这样子的。客人在进入排队动线大城设施之前呢，我们也会再消毒1次，然后在现场也会有告示牌，也会劝导客人说，距离要保持室外是1公尺。大型购物中心店家甲顾客大部分保持距离，不过有人用手机无挂嘴安，对室内要保持1.5公尺的距离，也是无去注意。觉得还好，没有，不会到很担心这个。我会更加注意。你会更加注意，所以你会想要去拿一个口罩来戴？对，我现在有点想拿口罩来戴。业者为车道到入口拢为旅客让体温、用杯设施就相当，不过发现无强制民众挂嘴安进前，业者目前今年尽量将营业场所防疫做个上好。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师范大学出现较真的个案，校方趁清明连假进行全校大消毒，而且宣布休假了后的2礼拜，全校拢要改用远距离上课，避免学生走去校园内底。人员挂保护目镜，穿规身的装备伫教室内底喷消毒水，走人顶公共空间嘛无放过。台师大3月31有学生确诊袂着武汉肺炎，校方趁4月初2清明连假第1天，趁校园无啥人的时阵来消毒，包括校本部、公馆校区、理学院阁有宿舍，学生一透早就拖行李离开，减少伫学校的时间。公馆校区那边是已经校方有开始请学生都把东西收到衣橱里面，然后开始进行大消毒。然后本部这边是没有，但是大部分的学生都已经提早回家了。连假过后要安怎防疫？台师大嘛宣布讲，4月初6拜1到4月17拜5，这2礼拜全校的课程拢用远距授课，公布也是无公布拢会使。而且为4月27开始，含台科大相共60人以上的课程，转改做数位课程，像通识课。基础必修的课程，学生可能爱改做伫厝内也是宿舍内底线顶学习。4月6号到4月17号呢，我们就是建议各系所尽量采取这个远距教学。17号以后就要视这个各个系所他们的需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人数人数太多，如果通风环境不好，这个我们我想这个都是最重要的考量。那接下来就要视讯上课了，会不会觉得担心不习惯？不会，因为之前有些老师就已经开始
试行这样的上课方式。还好反正就科技嘛，老师应该比较不适应吧。阮顾教校的校课敢袂拍折，校方强调讲，为即学期开始就已经在训练，所有学生拢爱按老师的要求，留学习的记录，而且为4月18过后，各系所会当看状况维持稳固上课。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的消息先看到这，来关心地方新闻。远东航空的董事长张光伟涉嫌违抗远航22亿的资产。台北地院裁定800万交保，但是隔天检方控告成功，发回北院定裁。张光伟出庭的时阵是话讲冤枉，但是昨新的裁定是张光伟受押禁见。远东航空董事长张光伟初日早起到台北地院连续3天进出法院，因为北院3月30日裁定800万交保，被检方控告成功，发回仲裁。张光伟出庭时强调，公司是家己独资，虽是处理公用业务的公司，本质也是私营公司。把我的钱全部扣了，然后说那是犯罪所得，然后说我交保金额太少，我真的是已经穷尽我所有的力气救公司，我已经倾家荡产，我身上已经身无分文了。伊被检方指控，伫2016年之间不时定在财务报表予民航局查核，2019年各无经过核准就停业，犯定在不实文书，早期得利商业会计法定罪。检方最近检控怀疑张光伟有多方串证反复实行犯罪疑虑，不过张光伟法冤枉强调家己死也要死伫台湾。母亲年纪也大，小孩也小，我怎么可能说我离开？而且我死我也会死在台湾。伊佫强调，查扣的3000多万拢是家己的钱，而且公司中奖的时阵7000多笔债务已经全部处理完。不过张光伟伫度拼交保失败，法官认为张光伟以远航名义向客户贷款12亿，甲提领现金部分证据无够。不过远航中奖阶段财务不是反映明确，该裁定受压。张光伟律师表示会佫控告。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伫2月20日发布公务人员禁止出国的规定的时，所有县府的员工走去澳洲佚佗，其中佫包括县长夫人在内。针对这件代志，县长夫人伫面册顶馆发文回信咧，县长洪昭娘也表示会检讨。这个约过你这个秘书拄啊好差1天尔，迄是因为咱反应较慢，无若较早，反正伊嘛是属于爱居家检疫的一员。嘉义县议员来质询县长。讲县长夫人甲县长实秘书伫今年2月防疫期间出国，是不是违反着防疫的措施？县长夫人昨日伫个人脸书发文，为家己造成社会观感的不好来道歉。那在这边我也本人太太因为这样的一个不符合社会期待，那跟大家说声对不起。那我们希望大家还是一样继续往前为防疫工作，大家一起来努力。县长表示，伊是伫2月25号出发，到3月4号回来，嘛是伫回来了后，澳洲的疫情才开始愈来愈严重。伊嘛有按规定自主健康管理，但防疫期间出国的行程也是会带来不好的社会观感。因为社会观感确实有问题，所以他正式的跟大家致歉。那第二个部分，他认为应该给所有的防疫或是居家检疫，或者是所有回国的人。应该更多的同理心跟体谅。县府嘛提出呼吁，防疫期间大家还是爱遵守政府的规定，唔通去做违反政府整个防疫的命令，这才是目前上重要的工作。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清明年假真侪人去台东行搭，饭店的大班率有6-7成以上。因为目前本岛敢若剩台东甲花莲无传出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台南的民众是真烦恼，讲游客会甲病毒传入去。后港渔港的客轮码头为早起7点就开始载要去离岛，阁有南苏的旅客。为着防范疫情拖到外岛，客轮业者特别伫码头设放体温的所在，而且要求旅客挂喙暗才会当上船。部分的旅客阁家己准备打洗手，嘛有人挂手龙上船，做好个人的防护。这届连续假期，客轮头一摆实施坐船爱验身份证，有防机甲检疫的人偷走上船。防护要做好啦，我们做好其实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对我们上船的旅客我们会请船公司协助量测体温，那量测体温还有戴口罩的部分。
客轮业者表示，车里按算会使来回日岛，阁有南苏总共21个船班，毋过坐船率只有7成，估计超有2200外个人要去日岛，阁有南苏。台东饭店大房率估计会到6-7成以上，业者讲比疫情发生的期间阁悬真济，毋过大部分拢是休假前2-3天才订房。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差别大概会有3到4成左右，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的好。对，那基本上客人都是以临时入住的居多啦。即马台湾本岛敢若剩花东2县无传出确诊的病例，毋过清明连续假期有大量游客要去台东，有民众开始烦恼讲病毒会拖去台东。是外县市来的，我比较会担心。部分原住民部落各地日口小24小时的发烧体检站，管制发烧转来就能够游客来到部落。希望部落最后这一块进度能够平平安安的。新冠病毒疫情继续在拖，清明连续假期到台东旅游的人阁真济，呼吁民众避免群聚，做好防护措施，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来讲究食健康兼顾生态，农民嘛减少用药啊。台中雾峰有农民伫田内底采竹粿啊，找辣叶来倒过稻啊，搁掠鸟鼠。台中的龙井西瓜农嘛对咧做，互辣叶徛悬悬，休困兼拍蜡。众人做伙来设这个长long long的竹粿啊，就是要找麻叶这款的鸟啊来倒过台中龙井这片西瓜园，互麻叶伫遮徛悬悬，休困兼拍蜡。我们经过宣导上课之后，农民的反应这个都非常的热烈而且现在在我们西瓜园区已经开始有立这个鹰架竹竿这个高度都差不多6-7米高。较早拢是用鸟鼠药啊来头鸟鼠，解决问题毋过危害生态。即马农业走向优先建造，减少药的使用。屏东科技大学伫全台湾推设这种麻叶的粿啊，目前伫咧全台湾已经采超过50支。雾峰的麻叶倒过稻啊，龙井的农友嘛用麻叶来倒过西瓜。下期西瓜互鸟鼠受损真大啦，要找解决的办法，以前是用老鼠饵去偷嘛，即马老鼠饵讲因生态问题没有。咱政府无咧处理这嘛，无咱因真济来试用看卖咧。因为这站都开始咧种，所以也未看出效果。但是我有发现讲鹰仔有直接咧走，直接咧飞，有确实有个鹰仔咧走啦。即使可能等已经看到麻叶咧出入，农友嘛真期待防治鸟鼠的效果。农委会自2016年开始，就无补助各县市卖鸟鼠药的费用，鼓励农民用符合自然生态的方式来解决种植的困扰。农民望麻叶伫田园生态，个人的巴肚顺续过农民的好年冬。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嘉东的养殖户吴国进，自细汉就介意海洋，介意选蚵。伊开3年时间饲4大缸的选蚵，希望有一天会当伫附近的海域保育选蚵。你看珊瑚抢地盘就像这样，你看这个老珊瑚。大水缸内底即寡无共品种的选蚵，拢是住伫屏东嘉东的养殖户吴国进饲的。伊讲伊从细汉就真介意海洋生物，3年前决定伫厝内家己饲选蚵。养珊瑚的目的其实一开始也很简单，只是一个兴趣。然后养久了，会慢慢去了解一些海洋上的问题，所以就慢慢想要说，可不可以借由珊瑚去推动海洋教育，让大家注重海洋的这个议题。吴国进因为饲选蚵，转开始思考要安怎推动海洋教育，伊个亲身教囡仔，互因了解海洋生态和环境保育的重要性。我觉得很厉害，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珊瑚，然后爸爸也有跟我讲环境保育的重要。目前我这边大概10几种，可是都是主要以台湾比较普通的一些本土品种居多，因为可能就是我选择是比较容易富裕，然后适应环境比较强。虽然吴国进饲的选蚵拢是较无商业价值的台湾本土种，不过伊讲伊的梦想就是希望未来有能力通伫附近的海域保育选蚵，嘛希望大家共心守护海洋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对分成讲是好格调，真侪民众拢会专工去台中摕这款火车票。即马伫台南的仁德的成功里，有一个对分成功的公园，咱做伙来看卖。
冰高岛的声音亮亮叫，摆喺面顶写对分距离145公里，成功距离1公里。这毋是台中的成功火车头，这是台南仁德区成功里的成功火车站。在地里长甲里民做伙，甲这片抛远的地，整理变做一座公园，对分成功。因为地形地势的关系，这是一个小山坡。啊，小山坡我整理开了后，这个做开迄个气味吼，佮感觉足成个像是个月台迄个感觉啊。有这个主结构了后，我就想讲，安尼来设计，就以客道来做主题啊。铁基路、旧车牌、滨高道，逐项拢真较真。里长讲，这个设计改过6遍，大家做伙结头壳出钱佮出力，就是要打造一个特色的公园。目前阮即嘛还未做的，就是外口周围佮有白色的剑山。这白色的剑山，爱佮加做一个围墙啊，围开，迄整个气势就开。里长感谢在地人民来到小厅，对无到有打造一个火车头公园。过程当中，有防破劳动服务业的人来到做工，结合民间甲社会力量，互地方加一个散步翕相的好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的气温有小可回升，明仔载东北季风会阁增强。因为水汽有够，玉山有机会会落4月西。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温资料。北部地区是18度到24度，中部地区是18度到28度，南部地区是20度到30度。东部地区是18度到26度，华岛地区是13度到25度。感谢你收看这节的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